大家好，我係一仔，歡迎嚟到一本說書。我哋每星期都會揀一本好書，大家可以喺一本平台輕鬆買到。透過幾分鐘嘅分享，希望帶你走入書本嘅世界，帶嚟一啲啟發同收穫。快啲訂閱頻道，俾個 like 支持我哋啦！城市記憶嘅守護者，我哋成日話香港係一座變化超快嘅城市。琴日嘅街角，今日可能已經變咗摩天大樓。但喺呢個時代裏面，總有一啲人默默咁擔任住記憶守護者嘅角色。今日我要同大家介紹嘅呢本書叫做《消失了的朱翁香江風物紀行》。書裏面提到嘅朱翁，就係香港本地非常知名嘅旅行家兼電視人朱維德先生。朱翁有一個好有趣嘅嗜好，佢最中意探險，越偏越難去，越冇人去嘅地方，佢就越想去。當時1960年代，佢帶住一部 Leica 相機，用細膩嘅筆觸記錄咗香港好多即將消失嘅場景。呢本書嘅誕生本身就係一段奇妙嘅緣分。作者原本喺2021年着手研究香港佛教史，因為讀咗朱翁關於大嶼山寺院舊照嘅著作，於是透過出版社相約朱翁喺荃灣食飯，估唔到就係呢餐飯促成咗一段跨世代嘅交情。後嚟朱翁將佢畢生珍藏嘅行山記錄交落俾作者。究竟呢堆資料有幾震撼？裡面有接近1萬條菲林，好幾千張黑白相，200本筆記，仲有一套24張嘅 GSG 3868軍用地圖。呢啲資料涵蓋咗朱翁由1960年尾到1970年代初，足足257次嘅重要行程，行勻咗港九、新界同離島，穿越時光嘅中西區。呢本書一共分為4個部分：港九篇、新界篇、離島篇，同埋回顧朱翁紀錄方式嘅特別篇朱翁同行。所有出現嘅相都係朱翁嘅個人收藏或者親身拍攝。大家不妨跟住我嘅聲音導航，一齊睇下書裡面嘅港九篇。等我哋一齊穿越返去上世紀20-30年代嘅中西區中環街市嘅變遷。大家今日去打卡飲咖啡嘅中環街市，其實已經係第3代。第一代可以追溯到1842年5月16日，而喺1895年帶有維多利亞式風格設計、樓高3層嘅第2代中環街市落成。書裡面有張1932年3月影嘅南門正面相，你可以見到當時梳住長辮、着白三黑褲嘅女傭，亦係我哋俗稱嘅馬姐。直到1939年5月，第3代街市先落成，而喺日佔時期曾經被改名為中央市場。干諾道嘅海旁風光，中環嘅干諾道其實係1889年填海而成。1890年英國干諾公爵訪港，呢條路就以此命名，並喺1903年正式通車。書裡面1930年至1934年嘅相，干諾道旁邊就係大海，海上面有運貨帆船嘅黑色圍柱，你可以見到已經拆卸嘅統一碼頭。仲有路中間矗立着卜公、卜力爵士嘅雕像。更加有趣嘅係，當年每當有船經過皇后碼頭，船上嘅水手都會舉起竹竿致敬。呢啲充滿儀式感嘅畫面，而家已經見唔到。比電車仲早嘅山頂纜車。講到香港嘅交通工具，好多人以為叮叮電車係最古老，但呢本書話我哋知電車係1904年先啟程，其實比山頂纜車足足遲咗17年。1888年5月30日啟用嘅山頂纜車，唔止係亞洲最早嘅纜車系統，更係現代化嘅開端。書裡面有一張1932年嘅相，記錄咗當時仲係木構建築嘅纜車山腳站，古色古香，個鐘仲指住8點29分，非常特別。喺睇呢本書嘅時候，我深刻感受到作者整理呢堆資料嘅時候話，呢場係一場漫長嘅修行。作者用咗大約10個月嘅時間籌備，細緻摸索嗰啲冇聲音、得一張張相嘅筆記，將呢批歷史瑰寶加以梳理。呢本書更加幫咗朱翁喺2019年90歲大壽未能出版嘅心願，作為一種精神上嘅延續。喺歷史嘅巨輪底下，有啲嘢雖然慢慢咁消失，但只要有人記錄、有人傳承，佢哋就會喺我哋記憶裡面繼續發光發亮。呢本消失了的朱翁香江風物紀行，誠意推薦俾大家。